嗱，唔好睇呢92個平方啊，等我變個方法俾你哋睇。建築面積990尺啊，但前面呢個過千尺嘅花園，平時休閒、朋友聚會都用得着啊。仲有驚喜啊，地底仲有2層可以用。你望下呢個層高，樹落有啲似別墅 feel 㗎。成間屋實用面積差唔多有3200尺啊，做到5房4廳4衛。負2層仲有個下沉式嘅花園，天然光照到落嚟。地下2層就唔怕陰暗翳焗啦。負1層已經有3間房啦，負2層就留返俾你自己發揮啦。可以整間影音室、K 房、播 game 區或者擺張桌球台，任你鍾意。返到嚟1樓，頭先講嘅花園由陽台樓梯去落去，平時燒嘢食、約朋友或者小朋友嘅活動空間都好夠嘅。如果咁都嫌唔夠，搭住條綠江就係綠江公園啦，算唔算額外嘅嘉賓項啊？講開公園啊，順便講下周邊嘅配套。香港過嚟好方便啊，喺西九龍站坐高鐵直接到惠州北站，最快可以49分鐘就到啦。再喺惠州北站打部的過嚟都係半個鐘啫。比起去餵藥仲要快，但換嚟嘅配套就完整咗好多啦。醫療、教育、休閒樣樣齊。講開醫療啊，小區北面唔夠1公里啊，就係惠州市第3人民醫院啦。個距離可以講係啱啱好啊。全屋行嘅係現代輕奢風啊，業主係未住過㗎，家私電器齊全，執好行李就可以入住啦。建築面積990尺，實用差唔多3200尺啊，正喺綠江公園旁邊。呢套現代輕奢風格嘅屋，想唔想親身去感受一下呢？歡迎評論區話我知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